君宏您好，这里请坐。尊妃你好，两片抢凑。尊妃你好，两片抢凑。你好，想向您请问，我父亲给我的房屋权状不见了。你好，想请问你，我爸本来嘅房屋權狀唔見咗。你好，想請問你，我爸本來嘅房屋權狀唔見咗。請問我需要辦理什麼手續？請問我需要辦理乜嘅手續？請問我需要辦理乜嘅手續？這需要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您是房屋所有權人嗎？兩愛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嗎？兩愛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嗎？是的，房子登記在我的名下。係，我可以登記在我嘅名下。係，我可以登記在我嘅名下。請提供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請稍等一下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請不愛，請等一下哦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請不愛，請等一下哦。最近果園忙嗎？最近果園冇閒麼？最近果園冇閒麼？最近忙着採收，比往常忙一些。唉，沒辦法，勞碌命嘛。按叫當採收比平常時下冇閒，冇辦法，勞碌命。按叫當採收比平常時下冇閒，冇辦法，勞碌命。你要知道，勞勞碌碌較有福。哇，你係啲勞勞碌碌下有福。哇，你係啲勞勞碌碌下有福。我記得你們家的果園很大。我記得我屋下嘅果園動態。我記得我屋下嘅果園動態。真的，每天果園都引來一堆猴子。真緊哦，嘅果園都等於都寫一大群猴子走來。真緊哦，嘅果園都等於都寫一大群猴子走來。哈，猴子？是啊，猴子跑來偷吃橘子。猴啊？係啊，猴子走來偷食幹麼？猴啊？係啊，猴子走來偷食幹麼？我們的果園都遭殃了。我哋嘅果園都送強強咧，我哋嘅果園都送強強咧。那真的是花果山的猴子無法無天。該真緊係花果山嘅猴啊，無王無法。該真緊係花果山嘅猴啊，無王無法。想必造成很大的困擾，你們如何解決？該你日天加多麻煩咧，你都要按樣辦解決。該你日天加多麻煩咧，你都要按樣辦解決。唉，沒辦法，還是要和鄰居和睦相處。冇辦法啦，閒係愛落隔壁鄰舍和和氣氣。冇辦法啦，閒係愛落隔壁鄰舍和和氣氣。只好多種一片果樹，和他們分享。過不日講，加種一片果樹，老記得分享。過不日講，加種一片果樹，老記得分享。你們辛苦了，先和你收書狀費80元。你都辛苦咧，先讓你收書狀費80元。你都辛苦咧，先讓你收書狀費80元。跟您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讓你說明一下，了解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會公告1張頁。讓你說明一下，了解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會公告1張頁。滿1個月才拿出來登記。1張頁滿了，再拿出來登記。1張頁滿了，再拿出來登記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會再以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好了，到時將會這個電話通知你。登記好了，到時將會這個電話通知你。了解，請問到時候需要攜帶什麼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屆時需要帶乜嘅文件來呢？了解，請問到屆時需要帶乜嘅文件來呢？
领件时，请记得要携带这张单据和同一个印章。兩件解下，請記得要帶兩種單據留強責人呢。兩件解下，請記得要帶兩種單據留強責人呢。我們屆時是認這張單據和印章。來到都市係認兩種單據留人呢。來到都市係認兩種單據留人呢。如果那時候您不客前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和印章哦。係講解下，你冇喊何來，委託你也要帶強份單據留人呢哦。係講解下，你冇喊何來，委託你也要帶強份單據留人呢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咧。好，我知咧。記得不要帶錯章。收據給你。記得人呢唔好帶唔錯，手機本意。記得人呢唔好帶唔錯，手機本意。給你一張我的名片，如果有問題可以打電話詢問。我嘅名片本日中意，係講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我嘅名片本日中意，係講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的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當背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當背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你在過來前可以先打電話確認是否可以領件。而兩件之前就得先打電話來確認如何兩件嗎？而兩件之前就得先打電話來確認如何兩件嗎？好的，謝謝你。好，希望你哦。好，希望你哦。